个马上有钱，安了吗？这我这来讲最近点的吼，那么因为这就是做这几个活动，得广播提供东西嘞，而且旁边这些报道就是讲，当起来吼，当起来，咱那个规定了，跟你说老鸟吼，大家是说来安全第，因为咧，每一个人咧年轻咧，合家入面去拜拜吼，安排咧，主要拢头鸟。所以我常做电视安尼做吼，都一样吼，咱大家安全第一吼，大家拢是同样，拢同样。那么咧，就是参加了后咧，咱做钱了咱的这边咱后天大家吼，有咱期间元素啊，差不多20几单啊，我想假有诶，吼，咱祝大家咱平安20年，平安20少，吼，过节年。那么另外咧，吼，咱在电视边仔吼，嘛有注意着咱这交代吼，咱车做着包括着着奖咧，来做个交代，吼，做过节之年咧，后摆咱解过来，吼，互咱咧每一个咧，讲你去年健康，你去年咧大好运，你去年大有钱，安尼好。这个在福州大家吼，也就是讲，这个时间小到多少，各位大家，谢谢。